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edical Inspire。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。香港人好習慣攰，返工攰、湊仔攰、瞓得少攰，所以當你成日冇氣冇力，行樓梯心跳快、頭暈、面色蒼白，好多人第一句都係我太忙啫。但如果身體缺鐵、血紅蛋白不足、血液運送氧氣能力下降，你嘅攰就唔一定只係休息不足。如果你想保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，請先點讚、訂閱並分享俾重要嘅人。今日 Medical Inspire 帶你揭開呢個隱藏喺日常背後嘅醫學真相。NHLBI 解釋，貧血係身體製造嘅健康紅血球低於正常，令身體得唔到足夠含氧血液，可以引起疲倦、虛弱、氣促、頭暈、頭痛或心律不規則。NHS 指出，缺鐵性貧血常見症狀包括疲倦、冇力、氣促、心悸、面色較蒼白同頭痛。Mayo Clinic 亦列出原因，包括失血、飲食鐵不足、吸收不良同懷孕需求增加。缺鐵貧血唔係只係食少啲牛肉咁簡單，女性經血多、懷孕、胃腸道慢性出血、胃潰瘍、大腸息肉、大腸癌、長期使用某些止痛藥、腸道吸收問題都可能造成缺鐵，尤其係男性或停經後，女性出現缺鐵性貧血，更加要揾出有冇內出血原因。好多人的錯誤做法係自己買鐵丸食，鐵補充劑可以有用，但要先知道係咪真係缺鐵，缺到咩程度，原因係咩？鐵丸可以引起便秘、黑便、肚痛，亦可能同某些藥物相互影響。更重要係，如果背後係慢性出血，只補鐵而唔查原因，可能會延誤大問題。驗血通常會睇血紅蛋白、紅血球指標、鐵蛋白、鐵代謝指標等。單靠我覺得攰唔能夠診斷貧血，單靠面色亦唔準。相反，有啲人貧血慢慢形成，身體已經習慣低能量狀態，直到驗血先發現。飲食上，紅肉、魚、蛋、豆類、深綠色蔬菜、強化穀物都可以提供鐵，但植物性鐵吸收率較低，配合維他命 C 食物可能有幫助。茶同咖啡可能影響鐵吸收。對缺鐵人士尤其要留意進食同飲用時間，不過飲食調整係咪足夠，要視乎缺鐵程度同原因。如果出現胸痛、嚴重氣促、暈倒、黑便、血便、經血異常多、懷孕、心臟病、突然嚴重疲倦就唔好拖。貧血唔係單純補身問題，而係氧氣運輸問題。原因揾得越清楚，處理先越安全。今日最想你記住，成日攰唔一定只係瞓得少，當疲倦伴隨氣促、心悸、頭暈、面青、手腳冰冷或者月經異常就應該檢查，而唔係單靠咖啡硬頂。多謝收睇 Medical Inspire， 唔知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而家我哋見到黃金、比特幣、美股全部都創咗新高。如果你想把握住而家咁強勁嘅市況分一杯羹，呢度就推介一啲優惠平台俾大家，全部都係合法合規嘅。如果大家面對港股同美股而家咁難搞嘅市況，覺得有啲不知所措，想學多啲嘢，又想參考各大股票名家嘅即時操盤心得，可以考慮訂閱 Fortune Insight Prime。另外，你亦可以直接聯絡90後投資經理阿賢，去 description box 填一填張 Google Form 就得。我哋亦放咗個轉數快同 PayMe 嘅 QR Code 喺影片嘅左上角，就算喺留言欄或者 caption 嗰度，都一樣會見到呢個 PayMe Code 同 PayMe Link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啲片做得好，希望可以打賞下我哋，支持下我哋。喺香港生存，一定要知多啲金融黑幕、內幕爆料同埋經濟投資專業知識。現金流有壓力，有個方法教你零成本賺銀行錢，仲可以套現到170萬，利用信用卡免息分期賺積分，再賺埋高達10萬蚊利息。請即刻訂閱渾水財經 Channel Patreon， 樓下 description box 一樣有訂閱連結。面對變幻莫測嘅市況，呢個 channel 特別整合咗命理、稅務、黃金3大支援，幫你全方位佈局理財。首先，
透過少山高神嘅紫微斗數同風水諮詢洞悉天機，趨吉避凶。最後，利用明德金融嘅黃金交易平台實踐避險，享受低差價同埋一世免佣嘅優勢。而家經我哋嘅開戶碼開戶，即刻送$50獎賞，等你喺變局中穩操勝券。希望可以喺呢啲產品度見到大家。